台北市长关文体就任了后，每一年的国庆，拢会伫市府的广场举办升旗典礼，而且发送着旺旺包，互参加的民众真受到欢迎。第5代的旺旺包，今仔日正式展互大家看。第5代旺旺包。 第5代旺旺包正式公开，搁找真有人气的黄晶莹，甲台北市吉祥物上展做伙展示。这是台北市政府准备要互参加市府国庆升旗典礼民众的纪念品。2015年推出以来，外形功能一直改进，今年是用派麦屎干，用牛绿色做底，深蓝色落地啊，搁有挂爱戴白这个红色的带，结合国旗的红、蓝、白3个元素。今年同款限量3000个，估计时到。 也有真侪乡亲排咧要听。去年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的排队啦，把这个缺点改过来。所以我们今年动线拉得很长。就讲较早烧抢的情形，搁出现民政局有详细规划。国庆日迄一天6点半开始发放兑换券，7点半升旗典礼，8点活动结束后开始发放旺旺包。像较早有民众摕到了开始上网络转卖，今年敢会出现同款的情形？ 包包如果大家喜欢，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。那介意民众爱期日，初10迄一天爱较早起床咧参加市政府的国庆升旗，就会使排上去。